耶稣基督，荣耀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欢迎你来到是你大喜的日子。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全都归给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这是你的日子，普世欢腾，欢迎你来到这世界，你带来拯救。
这个世界需要盼望，这个世界需要安慰，这个世界需要医治。我们期待你来到我们中间，耶稣，我们在这边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需要你。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来谢谢果丰信义会的弟兄姐妹带来震撼的战鼓表演，谢谢他们精彩的演出。而他们震撼的演出，为的就是要迎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和平君王。2012传爱99。圣诞嘉年华会现在正式开始，让我们欢迎今晚的主持人何荣 Kelly。Hello， 各位现场所有的高雄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高雄的朋友，大家好。你今仔日有好无？有平安无？有无？大家都好热情哦！哇，非常的开心，大家今天晚上能够来到2012传爱99圣诞嘉年华会的晚会的现场。没有错，真的非常开心看到大家。哎呀，我们真的难得来到高雄，每一次来都觉得好开心、好喜乐哦。是，大家好，我是何荣。大家好，我是 Kelly。好，我们是一对夫妻。哎，今天呢，在这个高雄的现场啊，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这么多的朋友。现在还有一些仍然在外场。我们非常欢迎您进来我们的现场，来到我们的会场，和我们一起来同欢。是的，我们现场还有一些空位，哎，欢迎这个红龙外面的好朋友们，你们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晚会。好的，今天晚上呢，既然是这个圣诞晚会啊，大家知道12月24号晚上是什么日子吗？圣诞夜没有错，是的，也叫做平安夜。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感觉到出奇格外的平安。是啊，因为在平安夜呢这一天，哎，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降世就在这一天晚上。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非常喜乐的心情，大家说是不是？好不好？在一开始，我们先跟左右旁边的朋友跟他说一句。圣诞快乐，好不好？好，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各位，请你对他说圣诞快乐的同时，也要对他微笑，哎，要笑着对他说。好，所以呢，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因为呢，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活动，而且是进入了第几年了？
哦，第7个年头嘞。哇哦，第7年，从2006年开始啊，一直到今年2012年，举办了7年了，真的要感谢所有参与的教会。对呀，而且从第1年呢就有3000多人，经过了7个年头，哎，大家看看我们现场人山人海，高达2万多人来到现场，来给我们自己一个热烈掌声！太开心了！哇，太棒了，太棒了！我们是不是也给这一次参与所有活动当中呢30多个教会呢，为着他们的付出跟努力，向他们献上一个感谢，好不好？用掌声来谢谢他们。非常谢谢高雄地区30多间教会，大家共同努力来举办今天晚上这个盛会。对，今天晚上呢，其实啊，这个活动啊，从下午就开始了。各位刚才一定都去逛过了，今天在现场有超过150个摊位。哎呀，好想去逛啊！哎，但是我们要主持啊，没有办法。是啊，不过呢，今天呢，除了这个摊位啊，从下午就开始之外，晚上等一下的活动更是精彩可期。没错，非常精彩。而且呢，各位还有大家最期待的摸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离开哦，因为每一个阶段都会有非常这个奖项丰富的这个摸彩活动，一定要来参加。谁想要得到液晶电视？有没有？哎呀，举个手吧。好，那个举最快的，待会有可能就是你得到哦。有实力，有实力。好，所以啊，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呢，在稍后会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贵宾在我们当中。是的。我们要公布这个重要的贵宾吗？当然可以，我们公布一下好不好？我们敬爱的马总统先生，待会将会来到我们现场，来帮我们报佳音。对，总统待会会到现场，而且今年也很特别啊，我们要跟台北的现场来一个连线。哎，对哦，这个北高连线真的太精彩了。这就象征了什么呢？今天呢是平安夜，大家北高两地一起连线庆贺主耶稣的诞生，大家说对不对？对。好，今天晚上这个非常值得开心喜乐的夜晚，是当然呢要赶快来报佳音嘛。哎，没错。哎，但是一个人报佳音显得势单力薄。你看看我们的背后有这么多位，哎，唱诗班都已经就位啦。是的，这是我们右昌教会的老中青唱诗班。对不起，如果讲到老，有人这个有意见的话呢，哈，我就改成有资深的，有这个年轻人资历尚浅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期待他们的歌声吗？那我们就用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欢迎右昌教会的诗班成员们带来精彩的圣诞歌曲，欢迎他们，欢迎。
非常谢谢右昌教会，谢谢哇，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有没有？而且他们的歌听起来真的让人家的心中充满了喜乐，而且也非常有平安，对不对？60个人的大诗班呢、特别在平安夜里面唱这个《平安夜》这首诗歌呢，格外的让人感动。是的，哦，接下来呢，这位歌手不得了了，不得了！接下来马上陆续登场的都是一些国际级的巨星。为什么说是国际巨星嘞？因为他来自国外。哦，是谁呀？他来自马来西亚。但是呢，在这个歌唱选秀当中的这个节目呢，一炮而红哦。所以呢，现在不只是会唱歌，他也非常会演戏，所以歌而优则演，成为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是的，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哇，所以呢，今天晚上平安夜对他来讲呢，当然有格外不同的意义了。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掌声来欢迎艾成，欢迎。大家晚安。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过圣诞夜，我自己很开心。那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主。我们先来唱第一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现场会不会唱？一起唱好不好？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一起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希望大家在一个很冷的圣诞夜里面有一个温暖的心。谢谢大家。
Yeah， 好不好听？何荣哥好 ，Kelly 姐好。Hello， 艾晨。艾晨你好，你好哇圣诞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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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哇，我们刚才听到艾晨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哦。所以艾晨，我们刚才介绍你出来的时候，特别强调就是说呢，其实一般人过平安夜可能就是去可能 party 呀、去哪里玩呐、但是对你来说，平安夜有特别不同的意义哈。有，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平安夜我会跟家人聚在一起，是，然后去教堂、教会，然后会看那个主耶稣圣诞那个诞生的那个戏，是那个戏舞台剧，然后就会一家人在那边看那个戏，然后就觉得很温馨。但其实中间我有一度来台湾，有一度很长的时间我离开了主，其实就比较没有过圣诞夜，是，因为一些事情又让我回到主的身边，所以今年我特别的温暖，可以跟大家一起过圣诞夜，而且那种感觉是主就在我们身边。我真的发现他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你看看我们2位主持人穿的像粽子一样，他这个里面只有一件呐、不会，主在我就不会冷了。你也太有主不暖了，一定要，对不对？你看现场人这么多，哎呦，热情满满。哎呀，真的是，我真的感受到高雄人真的好热情，好热情啊！所以你们也把外套给脱掉了，好不好？因为我外套里面就只有一件吊嘎那个内衣啊，不太好意思脱给大家看哈。是。哎，不过呢，艾晨刚才讲到一个重点，是今年的圣诞夜对于你来讲跟往年很不一样，因为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很爱你，我紧抓住他，对，让我再次回到主的身边，这个是最美好的事情。是，所以呢，艾晨除了他刚刚说，除了他知道耶稣很爱他，他现在也要告诉大家，耶稣很爱你们。没错，所以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就是叫做《耶稣爱你》。太棒了，耶稣爱你！继续来欢迎艾晨，欢迎。会唱的我们一起唱，好不好？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一起来，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我们唱，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再来哦，主耶稣爱我，
声警告诉我。最后一遍变成爱你，好不好？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用声警告诉你，主耶稣爱你，用声警告诉你。圣诞快乐，耶稣爱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艾辰，谢谢，谢谢，好精彩的歌曲哦！真的，各位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主耶稣很爱你们，你们有感受到吗？有，大概有感觉到不？有哦。今天平安夜，何荣特别的开心啊，对我非常的兴奋因为内心非常都太的开心喜乐，太开心有这个平安夜了。对啊，而且我觉得你的今天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是啊除了艾辰的演唱，接下来马上也是一个国际级的团体了。没有错，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呢艺术庄园5人室内乐团呢。是我们马上介绍他们来出场，同时呢，也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好不好？好包括了我们钢琴手庄凯迪，钢琴手呢 Veronica， 吉他演奏家苏梦峰，小提琴家黄焕伟，长笛演奏家朱丽琴，大提琴演奏家张慈山，还有双簧管演奏家梁芬英。好，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接下来还有男女高音的声乐家也到了。哇，男高音是我们的张玉英先生，还有女高音张玉芬小姐。哇，今天晚上是一场非常棒的艺术飨宴啦。对，他们要来演奏跟演唱的这个曲目呢，也非常的经典。没有错，第一首呢是《圣善夜》，何荣，我要考考你啦。什么叫《圣善夜》这首歌？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这个问题太好了，怎么说？我看一下小抄。好，救主降生的意思。你是故意的吧？我相信你应该背得起来的。对啦，我背得起来的哈。第二首呢是《奇异恩典》，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啊。对，这首歌呢，它的意义就在于说呢，我们都是蒙救赎的一群。还有第3首歌哦，第3首歌唱的是圣城，意思又是什么啊？进入到永恒的境界啊！这3首歌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就马上来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奏和演唱，掌声欢迎他们！欢迎。
Last night I lay sleeping, there come a dream so fair. I stood in old Jerusalem beside the temple there. I hear the children singing and ever ask the song. Without the voice of angels from heaven surround. Without the voice of angels from heaven and surround. Jerusalem, Jerusalem, lift up your gates and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your King. And then before my dream was changed, the streets no longer rang. Hush with the great Hosanna, the little children sang. The sun grew dark with mystery, the moon was cold and chill. As a shadow of a crawler rose upon the lonely hill, as a shadow of a crawler rose upon the lonely hill. Jerusalem, Jerusalem, how the angels sing,
New Gazia seemed to be. I saw the holy city beside the tireless sea. The light of God was on the trees, the gates were open wide. And all the what I entered, and no one was denied. No need of moon, no stars I light, no sun to shine my day. It was a new Jerusalem that would not pass away. It was a new Jerusalem that would not pass away. Jerusalem, Jerusalem, sing for the night is come.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forevermore.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forevermore. 谢谢，非常谢谢艺术庄园的老师们，哇，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奏还有演唱。对，他们都是享誉国际，在国际间有非常多精湛演出的艺术工作者啊，对他们的演出是不是很棒？我发现大家都变有气质了呢。哇，真的，这一群老师们啊，这个参加过许许多多国际上大小的演奏，这个是，而且是获奖无数的。所以呢，大家在刚才呢也享受了这个音乐的响宴啊。哎好，接下来呢，我们赶快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对要报告的。对对，今天这个活动会场非常的大，然后人很多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大会报告，这边就是有一个张姿君小妹妹，她8岁，然后呢身上有穿假青蛙的红色的背心，她戴红色的帽子，她走丢了啦。好不好？请大家帮忙找看看。现场好不好包括白色帐篷那边的好朋友们，是不是有看到这样的小朋友？如果你发现了，是不是把他送到我们面舞台右手边的这个白色帐篷那边去，好吗？好，因为他的这个家人一定非常的着急哈，所以你有看到这个小妹妹张姿君小妹妹哈，8岁的这个小妹妹的话，请你把她带到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这边，让她的爸妈能够赶快找到她。另外还有一个呢是5岁的小男童吴燕如。5岁吴燕如啊，她也走丢了。她现在被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安置在这个旁边各位的右手边的这个白色的帐篷里面。她的妈妈呢，祝雅伦小姐，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麻烦请前往舞台的右手边这边啊，你的孩子在这边，5岁的吴燕如。对，小朋友他很镇定，还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来跟我们工作人员讲。另外还有就是，开车的朋友们，请你们注意喽，你的车号是155-301-3426K3，这2台车你的车灯没有关，我们大会真的太贴心了，要通知您赶快去把车灯关一下，免得车子没灯哈。好，报告完毕。接下来还有没有？还有一件事很重要。什么事？什么事？我们现场是不是待会会有摸彩？你口袋里的那个摸彩券有没有记得去白色帐篷那边盖个章啊？如果没有，记得要去盖个章哦，盖个章，然后投到我们的摸彩箱，待会才可以参加摸彩。好不好？对，有盖章才有效。是 OK， 所以呢，千万要记得，如果你待会要这个进行摸彩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是。好，报告完了吧？对，赶快报告，因为接下来更精彩的演出，一群年轻的朋友们，瑞丰教会的演出，欢迎他们带来的惊奇舞，一起欢迎他们。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使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彰显。让我们一起来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燃烧。
非常谢谢瑞丰教会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惊奇舞，谢谢他们，他们的表演也象征着为我们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来欣赏的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沙画表演，我们要特别来介绍的这位享誉国际的插画家庄明达老师，他曾经被誉为是亚洲插画的第一人，也是世界前4大插画家之一。但因着他的生命当中有了上帝，有了主耶稣基督，现在他的作品更加的显得荣耀。接下来，让我们先透过一段 VCR 一起来看看。我从事美学本身就有30年了。对这世界我本身就充满好奇，插画创作当中不断去寻找很多不可能的创作灵感，满足我对于创作的好奇，更能够满足我的观众对于沙的艺术表现能够有新的视觉感受。也经过我这样不断的演练呢，让这个微不足道的沙呢，能够呈现出很多新的视觉风貌。辛苦练就了左右开弓的技法，庄明达开创了沙画的全新视野。信手拈来的按、捺、点、拨，令人期待的是下一刻的惊奇与赞叹。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我们的庄明达老师！大家圣诞节快乐！哇，张老师，我们刚才看到那2支 VCR 的那个内容哦，配合着这个诗歌，看起来这个整个，我真的发现这个流畅的感动哦，难以言喻啊。对，谢谢。而且庄老师您的这个插画很特别，是因为您的插画是有颜色的。常常看着你的插画都感动到忍不住都要掉眼泪，对不对？其实这些应该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因为我以前是不相信世界上有神的人，我没有靠任何神，我成为电视公司美术指导。电视公司的美术指导。那是在我40岁之前，我不相信这样。那我没有靠任何神的时候，我成为华人第一个做人体彩绘的人。其实人体彩绘这4个字就是我取的。可是空有虚名。坦白讲，我有7、8年，我的存折都不超过1万块。7、8年啊，那你怎么生活？家庭的那个负担跟开销的时候，我始终没有办法这样，非常辛苦。我进入教会以后，然后听到主耶稣的话，了解人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了解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整个生命有一些改变。是，然后心胸啊，格局就越来越大。庄老师在您分享的同时，各位现场的所有朋友们，我们的总统已经到了我们的现场了。是，现在呢，正从我们外面的这个步道呢，即将要进到我们的会场。是，我们这个也请老师快速的分享一下，就是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样非常大的影响？我是因为接触了上帝以后，他在我负债100万的时候，我跪下跟他恳求，我只要平安这2个字。是，他就让金马奖邀请我做插画表演，哇，整个翻转我的生命。上帝垂听您的祷告，没错，在半年就还掉所有负债，太神奇了，这可以说是用神机啊，对啊，所以现在庄老师的作品呢，更加的充满了灵魂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哦。等一下，庄老师呢也会在现场来为我们做表演。好，我们先请庄老师先就定位。另外呢，各位现场的观众，让我们一起高喊总统好不好？总统好，总统好。我们同样请高雄地区的众教会的牧者请上台。我们也同样在今天高雄市政府
我们刘世芳副市长特别代表市府前来，我们有请市府的刘世芳副市长，还有包括了我们民政局的曾资文局长、社会局的张乃谦局长，欢迎欢迎。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一支麦克风出来好吗？我们是不是先请这次的主办单位，也就是我们高雄众教会的代表我们的牧师。有请我们的牧师先来为我们说几句话好吗？好。来，杨志明牧师，杨牧师，请先为我们说几句话。可不可以拿一个麦克风来？牧师先讲。我在这里代表这次的主办单位，也就是高雄市的众教会，以及我们市政府民政局，竭诚的欢迎大家，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平安夜、圣诞夜。那今天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我们的刘副市长也想跟大家问候，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副市长。好，现在有请我们的刘世芳副市长来为大家说几句话。感谢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很欢迎各位到我们今天这样耶诞嘉年华。我代表高雄市政府，谢谢各位，各位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有大家的帮忙，让我们2009的世界运动会办得圆满成功。感谢大家的祈祷，让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一切的重建非常的平安。更感谢大家的帮忙，在我们高雄县市合并成为大高雄市以后，我们所有高雄的教友帮我们祈祷，帮我们恳求，让我们高雄更平安、更圆满。我代表高雄市政府，祝各位全高雄的教友，祝各位全台湾的教友，大家平安、圆满、健康。感谢各位，谢谢。非常谢谢刘副市长的祝福，也祝你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副市长。是的，我们今天呢很开心的是，我们看到一字排开是我们高雄众教会的牧长们。在我们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欢度这个平安夜。对，那但是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市政府团队？对，我们还有一位是我们民政局的曾资文局长，我们也有请曾局长来为我们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来，局长是不是跟我们讲几句圣诞祝福的话？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今天北高雄众教会的我们所有的牧长，那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教友，还有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天我跟我们高雄市政府团队，我们刘副市长，还有我们社会局的张局长来到这里。这是我们民政局跟我们北高雄众教会一起合办的晚会。刚刚看到很精彩的节目，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度过这样平安快乐的这个平安夜，在这里祝福大家幸福圆满。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同样的谢谢我们局长，我们也同样的请我们现在艺人代表呢宋一鸣先生现在也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同样的请他等一下呢一起来加入。各位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欢迎总统，欢迎总统，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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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圣诞快乐，总统圣诞快乐。哇，今天在我们当中有非常多的牧长们跟着总统一起来过圣诞平安夜。是的，我们在台上有32位牧者。好，虽然没有办法一一的唱名，但是呢，上帝都纪念。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总统好，总统生日快乐。是。总统，请来，麻烦请移驾到我们的舞台正中央，因为现在各位观众。总统要为我们报佳音，而且我们北高大连线，掌声鼓励。马总统好，马总统看到我们吗？马总统，总统，我们现在跟台北连线，都招手好吗？马总统好，马总统好，大家好，所有高雄的好朋友大家好，耶！朱立伦市长您好，朱市长您好，各位台北的观众朋友，所有高雄的好朋友大家好 ，Hello， 现在大家好，好，因为连线的关系，我们要请总统来为我们报佳音，有请总统，掌声鼓励，报佳音，哈利路亚！现场各位高雄跟新北市的
乡亲跟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大家平安，大家好，耶！大家平安，大家好，好，萨利嘎嘎马布隆拿哦。哇，好厉害哦！这个我没办法。在场的江燕婷长老、总统府熊副秘书长、高雄地区牧者的代表郑伯仁牧师、陈建岳牧师、杨志明牧师，以及各位牧者、高雄市政府、我们刘副市长、新北市教区各教会的牧者。新北地区牧者代表张富明牧师、张茂松牧师，还有我们新北市的大家长朱立伦市长，现场所有的贵宾，大家好，总统好，总统好，总统好。朱市长要不要跟我们高雄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来，朱市长。总统好，总统好，所有高雄的教友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好，好，现在是不是请总统来为我们报佳音？今天在现场有非常多的好朋友，一起跟高雄的朋友打招呼，好不好？来，热情，热情！我们都举起新北市的朋友们，热情火力拿出来！新北的朋友你们好，哈利路亚，平安，圣诞快乐！上帝祝福大家。画面上也看到高雄的市民，我们大家一起互道平安。太棒了！我们现在北高两地要同步的来聆听总统为我们报佳音喽。宣读报佳音经文，路加福音第2章第10到14节，莫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日子、好消息，予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悲的城，一定为着你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伫上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伫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再来是国语版。给总统一个热烈的掌声！给总统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掌声鼓励好不好？刚刚是闽南语版太厉害，现在是国语版的，谢谢马总统来。刚才大家拢听有无？听有哦。国语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阿门，谢谢，阿门。哇，好棒！谢谢总统，谢谢大家。还有另外一个语言吗？好，各位贵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圣诞平安！总统圣诞平安！今天是平安夜，全世界都在庆贺耶稣诞生的这一个伟大的日子。今天也是英九第13次参加和后听秀平安梅的报佳音的活动。在2000年，我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一个有意义的活动。我们觉得圣诞节应该回归宗教的教会来主办，让大家真正在这一个时刻，
展现我们的爱心，展现我们对其他人的关心。这样的一个和好、疼惜、平安夜的活动，现在在台湾许多的城市都成为重要的庆典之一。圣诞节是我们朋友、家人共聚一堂，互相交流、一起团圆的日子，也是一个充满爱与感恩的日子。2012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一方面因为欧债的危机，使得全球的经济都不景气，大家辛苦了；另外一方面，也一直有一些有关世界末日的说法，让许多人人心惶惶。前不久，有一家媒体征求代表字的时候，选出来的第一名是忧虑的忧，这代表了大家对大环境的忧虑、忧愁。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需要宗教的力量出来安定大家的心，让大家感觉到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还是有爱，还是有关怀，对不对啊？对。今天到高雄来，跟大家共聚一堂，一方面欢庆耶稣基督的生日，二方面也庆祝马偕博士在1872年来自加拿大的马偕博士，他登陆沪尾，就是现在淡水第140周年。而在南台湾147年前，比马偕还要早的英国的马雅各医生，他在当时叫做打狗的高雄市的旗后，就是现在的旗津登陆，开始了在台湾传教跟医疗的工作。在短短的7年的时间当中，他训练了许多本地人学会医疗治病。他也在高雄开了全台第一家西医的医院，他们当时叫做西医馆，就是新楼医院，奠定了台湾在西医方面的基础。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民众是不太相信他的，但是他不怕这种排斥，努力的热爱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他许多人接受他的医治，他也完成了许多成功的手术。各位，在当时医疗落后、器材不足的环境当中，他完成这么多成功的手术，相信就是因为祷告带来的信心，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也证明了信心的重要。耶！马雅各医生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不仅将西方的医学带进台湾，而且他翻译了白话文的圣经，奉献了给台湾第一部印刷机。当他返回英国之后，他又在英国训练了许多医学生到台湾来，一方面传教，一方面也行医，也有一些到中国大陆去。他的2个儿子分别在中国大陆跟台湾传教。这些宣教士早年在台湾胼手知足，建立了他们的据点，散播了他们的福音。到现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看到这些宣教士前辈他们的信念，他们对神对世人的爱，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希望把这一个和好疼惜的精神散播到全台湾去。今年11月感恩节的前夕，我来到高雄，跟各个教会的领袖共同发起一个感恩爱台湾的参会。透过跟各地牧者的会谈，我们加深了看见基督教会的了解，以实际的行动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大家一起来爱台湾。其实从许多国际社会所公布的数据来看，台湾的优势并不差，
我们行政院最近通过的经济动能推升方案，也逐渐看到了一些正面的成果。我们为了要打造一个更安定、更有幸福感的社会，我发现有一天报上登了一位读者的投书，他希望我们政府能够运用人的力量，善用人才，整合群力。虽然大家票选的字是优，如果政府跟人民同心协力，可以把忧患忧愁的忧改成优越优秀的优，好不好？好。感恩过去，放眼未来。圣经罗马书写着：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过去在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土地上奉献的传教士，如何在逆境中靠着他们度过最艰苦、最不好的岁月。我们衷心期盼，我们希望能够继承这些伟大宣教士的精神，教会也一起来，带着我们的人民跟政府一起奋斗，在和好、疼惜、和厚、听秀这种精神下，一起迎向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爱与感恩的未来，把台湾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美丽的宝岛。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福杯满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总统，开港，谢谢马总统，圣诞快乐！总统请留步，谢谢马总统，我们谢谢总统在现场为我们报佳音，同时带来了这么美好的祝福。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把祝福回给总统。在今天，不管在高雄、在台北，有非常多的牧者，还有许多的基督徒。总统，我们都在为您祷告。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南北的牧长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总统祝福。同时，待会呢会由郑伯仁牧师来为我们做国语的祷告祝福，陈建岳牧师来做台语的祷告祝福。我们一起来祝福总统，要一起加入哈。我们也祝福朱市长，也要祝福我们的国家。是台北跟高雄两地的所有的百姓，新北的朱市长，是。然后我们在我们现场有张复兴牧师以及张茂松牧师，张富明牧师跟张茂松牧师两位，我们一起呢也为朱市长，还有我们的马总统，还有我们整个国家来祝福祷告，所有的百姓来一起祝福祷告。来，我们同声开口祷告，同时请我们待会呢郑牧师还有陈牧师来为总统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上帝，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你。哈利路亚！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市长祝福，上帝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上帝，我们祝福新北市是台湾的荣耀，我们祝福新北市是台湾的恩典，我们祝福所有的恩典从新北市开始，像源头一样的流下去。上帝，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我们谢谢你，让朱市长的团队是最荣耀的，是最有智慧的，是同心合一的，是能够承接市场的意向的。我们也为马总统祝福祷告，让他有智慧带领这个国家。上帝啊，让他在这3年里头能够把这个国家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帝，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谢谢耶稣，赞美你主耶稣，恩上加恩，福上加福。阿门。好的，我们请陈建岳牧师来带我们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伫普天同庆你降生的好日子，愿你的平安、喜乐、疼痛、恩典、盼望，充满伫高雄、伫台北、伫规个台湾。我也奉你名祝福阮高雄市陈局市长所带领的团队，互因有智慧、有治理高雄，成做一个上界水的国际港，互台湾因为高雄哪来哪水。我也奉主的名求上帝。祝福伫阮马总统，还有智慧、有疼心、有信心，有治理阮的国政。
互阮台湾所有的百姓生活哪来哪好，经济哪来哪进步，社会哪来哪繁荣，阮的国家哪来哪强盛，阮对世界贡献哪来哪大，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也请郑伯仁牧师来为总统祝福祷告。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马总统，在过去这13年当中，他借着报佳音带给你在这个土地的百姓同胞带来极大的祝福跟恩典。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求你把加倍的祝福跟恩典特别倾倒在马总统的身上。主啊，当他在处理国家的事务，面对许多的挑战，当他来仰望你的时候，主，我们就恳求你的灵临到他的身上。主啊，你就把智慧、聪明的灵、磨练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灵赏赐在他的身上。主啊，让他能够行审判不凭眼见，让他断是非不凭耳闻。主啊，让他仰望你、向你祷告的时候，主他就经验到常常喜乐，可以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啊，他在为了许多的国事劳心劳力，我们恳求你赐福他，可以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哇，我们祝福马总统，是总统，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朱市长，耶稣爱你，耶稣要祝福你。我们最后要请，我们最后要请总统呢跟台北那边、新北那边的朋友互道圣诞快乐。高雄的朋友们，我们跟新北的朋友们打个招呼，祝他们圣诞快乐！祝福大家都有个平安愉快的平安夜。高雄的朋友们，总统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哈利路亚！大家都平安喜乐。谢谢朱市长，还有谢谢在台北的朋友们。是。好，这个连线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总统留步在台上，因为接下来各位看到象征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竹在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总统。还有我们众牧长们，请在我们的生命之竹这边要点烛，就像天使报佳音，就像是呢，我们希望已经报完佳音了。来，我们请总统往前一步，带着所有的牧长们。现在请往前一步，请点燃你们手中的火炬，象征着将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光传递下去，传爱久久，和好疼惜平安夜，吼吼天儿秀平安明。我们传下去，把爱传下去，把爱传下去。诗班还有朱市长，最热烈的掌声来！高雄的朋友们，我们给台上所有的长官们一个掌声好吗？谢谢这么多牧者一起来参与这个这么有。太棒了，太棒了！透过牧者们的一同点燃这个蜡烛，将这个烛火不断的传递下去。谢谢总统，我们祝福您。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献上感恩的歌声当中数算上帝的恩典，也继续的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爱继续的传下去。我们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总统祷告。我们用掌声来为总统祝福，我们用掌声来感谢总统。谢谢总统，祝福总统圣诞快乐，谢谢大家圣诞快乐。好，接下来在高雄这边，总统今天呢，我们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总统呢，他特别要发送礼物给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们。没有错，我们现场将会有26位来自红十字慈晖园的小朋友，另外还有伊甸基金会凤山早疗的26个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将会上台，由总统送他们圣诞礼物。我觉得在这个平安的圣诞夜收到礼物是格外具有意义的。对，我们现在就请小朋友们一一的上台，接受总统的圣诞礼物。各位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也用掌声来欢迎这群可爱的小朋友，好不好？来，这边，总统叔叔在这边呀。
好的。好，每一个小朋友也很棒，他们能够跟总统来进行一张合照。是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跟总统先生合影留念。我们看前面呢，看前面。小朋友真的很开心啊！今天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那么在台上呢，接到了总统的圣诞礼物，格外的兴奋。好，看前面，拍一张照。好，谢谢。下一位小朋友啊，慈辉园红十字慈辉园。在总统发送的礼物的同时，各位在荧幕上也可以看到我们享誉国际的庄明达老师，他正在用他散布这个非常令人称绝的这个沙画来进行表演，为各位献上感恩与祝福。哇，大家看到总统好开心，来我们看前面好吗？拍个照。平安夜、圣诞夜象征着喜乐与平安，还有感恩，献上一颗感恩的心，献上对于主耶稣基督当初降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把平安跟喜乐留在这个世界，也让我们对未来有更大的盼望。谢谢总统今天特别到高雄来参与我们的晚会。是的，每一位小朋友呢接到了总统手中的礼物，在这个特别格外具有意义的平安夜里面，很多小朋友期待的是圣诞老公公他的手中的礼物，但是今天红十字慈辉园这些好朋友们，他们拿到了总统手中的礼物，我想应该可以很开心好几天，对不对？好，我们看到了这些大小朋友们呢，上台接到了总统的礼物呢，这个脸上露出了非常愉悦的、开心的表情，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好，哇！祝总统圣诞节快乐！小朋友，哇！接下来是我们伊甸基金会凤山早疗的可爱的小朋友们。是的。小朋友依依，这群小朋友们今天也很特别哇！好棒哦！对呀，总统抱抱，总统抱抱，哇，好幸福啊！好，各位，从我们总统的动作看来，我们总统平常都是有在运动的，驾轻就熟。总统的这个身材是练出来的。是啊，因为总统常跑步嘛，大家都知道。我们给总统一个掌声，给总统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还有下一位小朋友来，小朋友，来往这边。在这个普世欢腾的平安夜，今天我们看到了总统特别在高雄。现在发送圣诞礼物，一一的给这群可爱的这个小朋友们。所以总统先生是今天的圣诞老公公哦。哇！小朋友们，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希望这一天呢，高雄的朋友们格外可以感受到哇，平安喜乐的感觉。呀！看前面拍个照吧。好，谢谢。谢谢。还有一位也是，哇，小婴孩，是的，好，小婴孩，谢谢，恭喜啊！祝福你们圣诞快乐！大家圣诞快乐，平安喜乐！各位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也要透过下面的这个致赠仪式呢，要来谢谢总统今天特别到高雄来，我们是不是请2位牧者，还有我们这个3D 画家涂龙老师，他带来这个3D 的创作，我们的总统就在途中。是的，这是享誉国际的3D 作品。掌声鼓励！透过这个画作，谢谢总统今天的祝福。是。谢谢牧长们，谢谢牧长们这么棒的创作，再次的谢谢。最后，我们是不是用热情的掌声，谢谢总统今天的到来？掌声鼓励，谢谢总统。再次的谢谢总统，谢谢总统。我们一起说总统圣诞快乐，好不好？好，1、2、3，总统圣诞快乐！谢谢总统，谢谢总统。我们用掌声来欢送我们的总统。是的，谢谢总统今天在百忙当中，
真的南下高雄，公务繁忙，但是呢，今天就是要为所有高雄的地区的民众呢献上他的祝福。没有错，我们要特别感谢台上的32位牧者，不能够一一介绍，包括了瑞丰教会、左营国语礼拜堂、左营复活堂、生命树教会、果丰礼拜堂、武昌真光教会、三明圣教会、布林巨蛋教会、天幕侍奉中心、宣道会男子堂、马可楼教会、基督丰收教会、觉明教会、三明信义会，各位牧者，谢谢你们的辛苦，谢谢各位牧长们，谢谢你们，祝福你们圣诞快乐，祝福你们圣诞快乐。再次用热烈掌声，谢谢今天在我们当中所有的牧长，还有我们最敬爱的总统马英九先生，谢谢总统，谢谢总统，谢谢所有的牧者。哇！耶！哇！一个高潮结束之后呢，另外一个高潮马上就要开始了。哦，什么高潮呢？在我们欣赏庄明达老师插画的同时，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各位知道，在台湾这块宝岛上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演艺圈的人啊，这些演员、艺人呢，一个一个的相信主耶稣基督而成为基督徒。对，相信呢，大家越来越多在许多的节目上面都看到很多艺人，是他们很真诚的愿意说我是基督徒，而且真的好多，而且其中一位呢是据称啊，他有个外号，是哪一个？叫做台湾的灯塔。对，这个灯塔呢，现在呢，他不但是一个专业的演员，而且是一线小生，8点档一线的男主角。而且呢，他还是统整所有这个基督徒艺人有一个一起发光协会。那么特别透过这个协会呢，让所有爱主的基督徒艺人能够一起来为主做服事。对，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双胞胎巨星之一宋逸民宋弟兄，他同时也是一起发光协会的秘书长。我们来欢迎，一起来欢迎宋逸民。宋逸民，欢迎。其实我刚刚已经上台了。对啊，你刚刚已经点蜡烛了嘛，我又把总统送出去，我又回来。真的。高雄朋友大家好。哇，宋逸民帅不帅？我要帮大家问啊，逸民为什么留胡子？因为我最近在拍一部新的电影哈，我就必须要留胡子，我演一个流浪汉，所以大家看到我就觉得我有点像国父。哎呦，真的，好帅的国父哈！是啊，不过这个逸民啊，我们刚才在介绍你的时候啊，是大家也同步的看到了这个庄明达老师精彩的插画，我们是不是也给庄明达老师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庄老师，谢谢庄老师，庄老师，非常的令人感动。谢谢。对，逸民对我来说啊，这个不但是我的弟兄，更像是情同兄弟一样。对，我们在组里面是很好的弟兄，我们私底下是非常好的朋友，可以说是比我跟达明的关系还好。因为你看，今天达明在新北市，我却选择跟何龙站在高雄。我好不容易把你瞧过来。那我也要讲一下，那我跟他的老婆啊，大嫂团的维玲，我们也是好姐妹，常常在教会常常有聚会，一起分享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啊。跟老公在家里啊，有时候会那个就是平安夜不说啦。好，对，这就是我们的肢体的关系。因为呢，有肢体的关系呢，当这对夫妻发生问题了，另外一对夫妻就来解救。对，所以我们的关系呢，真的比亲兄弟还像兄弟。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要留点时间让宋逸民来做一个小小的分享。不过今天他来不只是分享，他要唱歌给大家听。谢谢大家。逸民的歌唱非常的好，大家可不知道，他其实发过片呢。对，我今年1月份就是明年的1月，我就要发一张，对，发一张自己个人的专辑。哇！所以今天来这边除了呢这个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献上一首歌曲给大家。好，第一首是什么？赶快先告诉我们。我跟达明是兄弟，我跟你也是兄弟，我跟大家都是兄弟。我们在组里我们都是兄弟，我就唱这首歌曲《兄弟》，一起来欢迎宋逸民。谢谢。